07年卷2第9題，某部電腦可以裝置幾個規格相同嘅 hard disk， 咁規格就係呢，容量100個 G， 區塊大細嘅 block size 18個 K， 咁另外旋轉速度1分鐘就1萬轉，平均找尋時間呢就係4個 millisecond， 數據傳輸速度呢就係每秒鐘50乘10嘅 power 6咁多個字節，咁多個 bytes。問題 A， 咁下列嘅公式係計算平均時延嘅時間，即個 delay time， 咁就 0.5 再乘翻硬碟嘅轉速。咁呢個公式係將佢乘 0.5 啦，咁係假設咗數據呢喺個 hard disk 上面係平均分佈嘅。問題 B， 咁要寫一個 data block 一個數據區塊，咁例如呢度嚟講係8個 K 啦，咁就係硬碟呢佢讀寫資料嘅時候一個基本單位嚟嘅，咁需要幾多時間呢？咁一個 block size 係8個 KB 呢，咁而每秒鐘呢就可以傳輸到50乘10嘅 power 6咁多個字節咁多個 bytes 嘅，咁所以我將呢個 8K 除翻呢個速度呢，咁就係需要嘅時間啦。咁答就 0.16384 嘅 millisecond 嘅。第二，硬碟所需要輸入或者輸出嘅時間定義為呢3個時間嘅總和，咁就係平均找尋時間，咁即係上面呢個4個 millisecond 啦，再加分平均嘅時延時間嘅 delay time 就正話計咗呢個啦。咁第三個就係數據傳輸嘅時間嘅總和。咁找尋時間我哋知道係上面嘅4個 millisecond 啦，咁另外嗰個傳輸嘅時間就係16384就係呢一個啦。咁而中間呢個 delay time 點樣計法呢？就係 0.5 再乘翻1轉嘅時間。因為呢個轉速係1分鐘1萬轉啦，咁所以我將 0.5 再除翻1萬嘅，咁但係呢個係以分鐘計呢，咁所以乘翻60秒。咁答案就係 7.16 個 millisecond 啦。問題 C， 咁碟上面嘅快取記憶體有咩用途呢？咁答案就係同 CPU 差唔多啦，都用作一個緩衝區，一個 buffer， 一個臨時嘅儲存空間，用嚟加快數據嘅傳輸。咁所以當電腦需要嘅資料喺個快取度揾到嘅時候呢，佢就可以好快咁去處理啦。咁呢個情況我哋叫命中。咁但係相反，如果我哋需要嘅資料唔喺嗰個快取度揾到嘅時候呢，就需要去到個 hard disk 度攞啦。咁假設而家我有80% 嘅命中率，咁而快取記憶體呢讀取檔案嘅時候個資料呢個速度就係每一秒60 MB。咁所以平均嚟講，讀取一個數據嘅區塊一個 block 即係 8K 呢，需要幾多時間呢？咁今次我哋唔需要計個找尋時間嘅。咁因為快取記憶體呢就1秒鐘可以讀到60 MB 啦。咁而我哋需要個區塊就 8K 嘅啫。咁所以 8K 除翻60 MB 呢，就喺個快取裏面揾嘅時間。咁假設我哋80% 係命中啦，咁所以乘翻 0.8， 再加翻其餘 0.2 呢，就係我哋平時喺個 hard disk 度攞 data 嘅時間啦。咁所以最後答案係 1.54 個 millisecond。為咗防止硬碟故障而引致嘅數據損失，咁有兩個方案。方案一係用咗2隻規格相同嘅硬碟去裝相同嘅 data。咁而方案二呢係用咗6隻規格相同嘅硬碟，其中5隻呢就會組合成一個好大嘅 hard disk。咁而最後嗰隻係咗個校驗嘅硬碟。咁裏面儲存嘅每一個 bit 呢都係其餘嗰5隻硬碟對應嘅偶數校驗位。問題 D， 咁呢個以上兩個方案佢實際嘅有效儲存量係幾多呢？咁方案一係100G 嘅，咁點解？因為2隻 hard disk 係裝埋相同嘅資料呢。咁而方案二呢，只係5隻 hard disk 係裝 data 嘅，咁所以呢，就5乘100就500G 啦。問題 E， 咁假設我用嘅係方案二呢，即係用6隻 hard disk 啦，咁而其中第4隻 hard disk 就壞咗，咁以下呢，呢啲係全部每隻 hard disk 嘅第一個字節第一個 byte。咁例如硬碟1裝住13啦，2就裝住08、4D 等等啦。咁我哋首先將5隻硬碟頭嗰個 byte 呢，由16進制變翻做2進制先啦。咁所以13就變成0001、0011啦。咁變晒之後呢，我哋再計一計呢，每一個 bit 應該係乜嘢？咁我用緊嘅係偶數校驗位呢 even parity。咁所以呢，應該1嘅數目係雙數嘅。咁我哋睇翻呢，就最右邊嗰欄先啦。咁有1、2、3、4有4條1，咁所以呢，中間呢個呢 x 應該就係0嚟噶啦。咁而右邊第二個 bit 呢，就我再數下啦，1、2、3有3條1，咁所以呢，呢個 x 應該係1嚟噶啦。咁所以最後我哋經計算之後呢，就呢個 bit pattern 應該係0100、1010，咁所以答案就係 4A 啦。問題 F， 如果用方案一嘅話呢，
用兩隻 hard disk， 咁讀寫時間會唔會快咗或者慢咗呢？咁答案係相同嘅，因為兩隻 hard disk 係同一時間轉動呢，咁所以時間不變嘅。第二，咁如果用方案2嘅話呢，咁個時間讀取時間會唔會係有唔同呢？咁同正話唔同嘅地方，正話兩隻 hard disk 係寫翻相同嘅資料，咁但係今次呢個係5隻 hard disk 連埋一齊去使用，咁所以呢個速度呢就會加快咗嘅。咁而讀寫嘅時間呢，相對嚟講就會減少。咁第三個方案係第二個方案嘅延伸呢。咁今次呢，我哋用24隻 hard disk 一齊做，咁而喺我哋嘅右手邊50、15、20呢係攞嚟做個偶數校驗嘅。咁而下面呢21、22、23、24呢，同樣都係攞嚟做個偶數校驗嘅。問題 G， 咁今次嚟講呢，有好多 hard disk 壞咗啦，譬如2、3、4呢，5都壞咗嘅，9啦、13、17、21都壞咗。咁可唔可以計得翻佢個 bit 係乜嘢呢？咁答案係可以嘅。咁譬如我哋睇翻打直先啦，咁有3條1，咁所以最尾嘅 hard disk 呢，一定都係1嚟噶啦，因為用緊嘅偶數。咁另外亦都睇翻打橫啦，咁打橫呢度呢係有3條1，咁所以剩翻壞咗呢隻呢應該係1嚟噶啦。咁我哋首先呢揾晒下面呢一紮 data 先啦，咁揾完之後呢，就亦都可以揾埋上邊嗰幾隻 hard disk 嘅數據。問題 H， 咁喺某啲情況之下，方案3係唔能夠幫你復原晒所有 hard disk 嘅數據嘅。咁最少幾多 hard disk 損壞先會出現咁嘅情況呢？咁答案呢就係3隻。咁點樣壞法呢？舉例子咧，譬如呢處有3隻 hard disk 同時都壞咗嘅話呢，我就計唔翻，就唔能夠將啲數據復原翻噶啦。咁呢個情況打橫有2隻計唔到啦，咁另外打直有2隻唔知道啦，咁所以就計唔翻噶啦。